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老僧目光变得深邃。龙树菩萨指出，修行路上最大的三重障碍，僧人们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圆觉经有云，僧人们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圆觉经有云，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老僧目光变得深邃。龙树菩萨指出，修行路上最大的三重障碍是眼淫、心淫与意淫。眼见咱这众生啊，有当时咱课程这些呢，伊个前面啊，伊个锻炼的时阵啊，伊个细胞能够活络起来时阵啊，但是很多的这个改善就是了啊。若是讲要完全啊，好个都研究的啊，你就针对这个图的条件。所以其实第三可以讲是观咱的八来啊，八来啊，对观开始啊，来是当，来呢为后边有笑，不过避免，所以就讲你呢，你透过非另外一个买分，你有个这另外一个条件，你两个条件，其中说你在第三、第九，根本你也所在啊，所以你基本上啊，跟他们投票，你就要看问题啊。再来啊，一个是到啊，一站，你们讲一般哪条啊？一站，就而家你唔能讲一站咧，你讲有桥啊，对吧？那一定都重要对。来，那么放在第二阶道，尾椎咱们在为啥主要是第二阶你这个不了，咱像你讲的说高山啊，什么引进嘛，这个不那么容易，不要我给他整这个嘛，帮我尾椎啊，回答这关上这关前键藤条这个表标准生殖系统，生殖器官呢，包括包括这个卵巢啦、子宫啦哈，这问题哈，所以我讲叫来是怎么包括宝贝拢血流啊，现在其中有一个穴道，一条，如果这个穴道以后，你再加一块连线，因为迄地是拢管全神经，全身的神经系统啊，所以呢，泌尿哈，咱第三个就是膀胱啊，这泌尿有多啦哈，包括受限的哈，这方面有泌
泌尿啊，放尿啦哈，内分泌啊，咱就讲内分泌物啊，咱内底有迄个分泌物哈，这是属于第二穴道。这第二穴道呢，要管这个藤浆神啊，生殖系统，包括胃腧啦哈，胃腧来投胃品啦哈，尿尖啦哈，这种的是第二穴道。第一穴道是在会呢，就是讲放在个放尿的用遐，也是第一穴道。第一穴道呢，我歹势来开。老师我先上课，开个，我甲你讲啊，这个穴道的时阵就是讲见面烫下骹，所以呢，开第二个伊就会当烫到第一个了所以不便开无甲你开你若是讲家己去练功呢，家己会开得真水安尼但是有人那个习惯性的那个闭结有没有？有人要上厕所大便袂当先空泡，迄款的人你若要坐马桶我家己拢是安尼做，后拄佫袂歹。我即摆伫马桶的时阵所以即时间过来大便白变下来的时阵你若一手甲放倒着骨头边倒着骨头边直接这个凹角都看个迄个所在一手那个后边检查遐个甲接落真刺激真刺激排便你这个气泡呢你这个气泡呢很好用我们现在呢，看那个第六页的图片，看这个图片呢，来，第七，猫的这个穴道，看这第七，第六，来，第五，这个大腿骨的下面。第三先讲过来后边，第四第四来第三腰的凹的所在，第二一点，几个？一个呢？不亏啦第三，到这边班呢，要来找一边，到这四个你比我话你看我安尼接着5、4、3、安尼是4个有没有？去开点一个，头头一个，一个，去安尼咱就会来到这个方面。你下先。你看安尼几个
1.4那个QT安了无？来，大家。你到今仔日，到今仔日暗时的上课前，你学了有甲人调整过无？调整。来，有效果无？有效果讲，让你效果，来，好，来，再来。好，练一下，来，怎么样啊？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哈。咱同学吼，今日去公司的时阵吼，我有老公来试看卖就对啦。阮经理讲吼，伊头壳做梦的安尼啊，头壳做梦的吼，所以吼，这阿妈本吼，这边较头做饭咧，我就随第一摆会。上头咧试的时阵吼，手扛的吼，无感觉讲咱体感吼有迄脉动吼，袂讲跳到足明显的。但是等到我家己测量了后吼，我有发现着我的手吼安尼换伫个遮，心较大个安尼哦，迄是我的感觉，甚至我第二只手家己举开的时阵，在当经咱头家调伊即个第四穴道的时阵吼，家己看，因为伊听我无啥问，今仔日中听我无啥问，我家己看吼，伊遐吼，袂准像咱头壳顶即个线安尼迄脉动者安尼深的，所以吼，咱家己做完的时阵吼，伊有讲，我今敢若袂做放纵的，我有阵咧家己做，我就家己讲，叫伊心情来调试，袂使有杂呢。所以吼，伊就讲，所有电话拢通叫我听，我要闭关吼，把老师所以就来，就感觉讲，伊会比较好干啊，唔使是重新作用，还是真正放松，就感觉讲，伊会